位於烏茲別克布哈拉中央市場對面呢，你可以揾到呢間餐廳，一次過咧就食晒大部分烏茲別克嘅傳統菜式，包括烤包、大過你個頭嘅傳統麵包，我哋最鍾意每餐都必點嘅番茄、青瓜、洋葱沙律、蒸餃子，切開個烤包咧熱度十足啊！傳統烤肉、雞肉超鮮嫩啊，正啊！想知道呢一餐一共幾多錢呢？睇字幕啦，拜拜。